球带起来，在右半边，右外手向后退，这个飞球过去喽。潘杰凯的全垒打，扩大了统一狮队领先优势啊！扎扎实实的一支全垒打哦。这个仰角来看，感觉上也是平射炮哦。今年赛季的第2轰啊，帮助统一狮队现在是取得6比4的领先。好像后半段上场打得比较好哦，就没先发的时候。对。跳舞时间。